上人数虽然少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是主人的事实。从几千年来，我们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。在政权在葡萄牙、西班牙荷兰人还没有过来之前，我们每一个族群都是一个国家，我们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律法。我们或许没有文字，但是我们的音乐记录了我们所有的一些历史、迁徙，甚至婚嫁，甚至所有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是弱势吗？不是。我们是弱势吗？我们是弱势吗？过去我们的老人家因为认为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机器，我们没有办法对抗，所以他们受伤了。我们老人家默默在哭泣。我们年轻人要站出来吗？要。年轻人，你们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就是要，就是要，就是要。接下来我要介绍2位我非常尊敬的战士。是的。他们在花东一直捍卫，坚持捍卫我们最后美丽的净土。我的故乡阿里山已经非常的残破，我真的很希望现在在所谓的政党里面的所谓的立法委员，他们可以去看一下阿里山公路是否还继续适合大巴士的一个行驶？为什么要贪图眼前的利益？继续破坏阿里山，然后现在阿里山已经不能继续再破坏了，再去破坏花东，愤怒，愤怒吗？对，愤怒。所以我们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，就是要改变。我们欢迎2位台东的勇士，我们欢迎把奈还有那波。